各位爸爸媽媽，歡迎收聽緣路有你嘅繪本頻道。我哋喺做嘢嘅時候，成日都接觸到好多家長，都會問我哋點樣可以令小朋友放低手機，睇多啲書。尤其對單親嘅父母嚟講，獨力照顧小朋友就更加唔容易，更加唔想一提及呢一類話題就會傷感情。我哋通常聽到咧，都會反問翻家長一句：咁你又鍾唔鍾意睇書先？家長咧都會唔回應，淨係笑一笑。其實咧，最好鼓勵小朋友閱讀嘅方法，就梗係同佢一齊睇啦。小朋友之所以會玩手機，好多時都係因為欠缺陪伴，覺得好悶，所以咧，我哋就決定用 podcast 嘅形式，陪伴爸爸媽媽先一齊閱讀繪本，介紹一啲繪本俾你同孩子一齊閱讀。除咗令到孩子咧可以增加對閱讀嘅興趣之外，更加可以有屬於你哋嘅 we time。事不宜遲啦，咁我哋咧就先同大家分享《我家來了一頭大象》呢一本繪本先。咁佢嘅作者咧就係蘇美智同埋陳琴思，繪者咧就係徐善珍。其實咧，佢嘅書名咧就係取自一句英文嘅諺語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意思咧就係指啲人因為害怕啦或者難堪而唔願意提及就喺眼前嘅棘手問題。呢個故事嘅第一頁咧就已經道出咗爸爸不在。一開始咧就以小男孩嘅第一身視角去形容佢嘅所見所聞啦，例如咧屋企就出現咗一隻大笨象，阻住佢同媽媽傾偈，而小朋友咧就只能夠遠遠咁樣感受媽媽嘅傷心啦同埋脾氣，所以咧佢就決定要變成一個小英雄去趕走大象。但係少少嘅力量，似乎咧又冇辦法解開媽媽面上面皮笑肉不笑嘅面具喎。故事嘅中段咧就轉為媽媽嘅第一視角，由媽媽去道出自己面上面掛住面具嘅原因，先至明白咧其實大家都好愛對方，但係咧又唔知點樣去表達。亦都揭開咗小男孩同埋媽媽之間存在大象嘅原因。作者同埋繪者咧就係想以大象作為呢本書入面小朋友啦同埋媽媽之間冇辦法講出嚟嘅心結，加上體型龐大、顏色灰黑，就更加令人哋覺得離異一事其實係難以啟齒。而繪本嘅首尾咧，其實都有個小玄機咧，係我好中意嘅細節位嚟嘅。咁就係咧，呢一隻大象其實喺一開頭嘅時候咧，係被困喺狹小嘅屋企。不過佢嘅眼睛咧係望向天空，好想揾一個新嘅方向。而結尾嘅時候咧，大象終於衝出咗房間，帶住光芒向外面飛，亦都代表困難咧都隨之離開啦。各位家長啊，無論你同書入面嘅媽媽係咪都經歷緊相同嘅家庭處境，相信喺生活中都有各種繁瑣嘅雜務，就好似書入面嘅大象一樣，窒礙緊你同埋小朋友坦誠相處。其實無論小朋友年紀幾大都好啦，父母嘅表情、語氣、情緒，或者係一啲家庭嘅習慣啊、環境嘅變化，其實小朋友都會一啲一啲咁樣感受得到㗎。假如父母低估咗孩子嘅懂事同埋敏感，佢哋嘅負面情緒可能就會不斷累積。有啲孩子可能會同書中嘅小男孩一樣化為超人，希望保護爸爸媽媽，但係有啲亦都可能以各種嘅行為希望爭取注意，甚至會因為焦慮不安而出現行為倒退，希望重新得到爸爸媽媽嘅關注同埋愛。呢本繪本其實係由多個以家庭單位為服務對象嘅社福機構結集而成，所以故事嘅最後其實都有啲小貼士去提醒我哋點樣去告別大象。例如我哋可以選擇以朝頭早啦，一個自己注滿力量嘅時刻去同小朋友應對孩子內心嘅對於家庭嘅一啲疑問，俾自己同小朋友一齊度過高低起伏，都係一場俾親子關係升華嘅小風雨。
呢本書咧，其實係可以喺圖書館嗰度借閱嘅，而網上面咧，其實都有一啲導讀嘅版本可以收聽。如果你都睇咗呢本書嘅話咧，歡迎你留言同我哋分享你嘅感受啊！咁我哋下一集咧都再同你一齊認識繪本啊！